沒問題，這個項目很有意思。身為你的設計師，我能感受到這個展位需要傳遞出科技感與中醫溫暖、治未病的完美結合。AI 智能全息檢測，預見未來的健康。響應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政策，以防禦為首，以養生代治療的全新時代已開啟。中醫治未病加 AI 智能科技，打破傳統，10分鐘完成全民健康精準檢測。檢測及修復一體化，不僅查出問題，現場即時定製 AI 修復方案。中醫治未病 ，AI 智能10分鐘全民健康全檢。包號嘅禮物展會限定，即日登記專享包號嘅禮物，免費升級成為尊貴會員，免費送核心健康修復療程2次，每日名額有限，先到先得。